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好好运动的单元哦，我是温慧珍，今日同欢喜带大家看下来运动。在开始运动以前呢，都要先做暖身运动，一下请大家慢慢的放起来，两只脚打开来，同的肩头胸仰按开，就慢慢的来，双手吸气。慢慢的往上，很好，再慢慢吐气，然后再摆吸气，慢慢吐气，很好。然后老的身体带起来，从一条线呢，然后带上来，慢慢的从下巴，慢慢的往前。慢慢的都停到到位，肩头没变松来，都要继续头起哦。两个脚趾头做得稍微弯一点点，然后背囊变松来，就会头，慢慢的变蹦起来，再慢慢的一节一节的变下来，记得头起哦，等候哦。慢慢的吐气，做的来发，就尽量往下，不用轻松，再慢慢的两只手往外转动，记得呼吸哦，做到等候，好，再慢慢的，两只手撑到个脚趾头，慢慢的，人就会背弄，再一节一节慢慢的放起来，轻后到的肩头，到的会降紧，再摆吸气，要不然做侧面帮大家看哦，慢慢的吐气，然后身体来上来，慢慢的一节一节，然后就会颈部不用轻松。肩头每一节一节的不用轻松，到就会胸部，再从我们的胸椎慢慢的到就会腰椎，两个手都不用轻松，记得咯，记得头起哦，等好，再慢慢的下来，到就会背囊，到就会腰骨，再慢慢的下来，不用轻松。做的来发脚趾头微弯一点点，不用轻松，重心都交给地板。做的来发两只手，交叉，好，点头，接着滑手机，那个肩头动很好，摇头，往左往右摇头。要慢慢的再变松，同样的会腰椎也要慢慢的放起来，等候哦，做到等候，再一节一节放起来，到的肩头，到的会身体打直，好，安尼轻动轻松的动作，然后的身体变轻松，跟的基本的暖身就先到咯。做太暖身以后，我们现在来教大家做运动。好，继续呢，要来做运动，我们到上半身的本体感觉。好，那我们先把这个波速球翻过来。那我们呢，先来让我们的上半身手撑着。好，这一次呢，让我们的肩膀、髋关节到膝盖一个直线。好，两个脚头两个脚趾头不会吃到某松快发都会垫个毛巾。好，那我们一样，先慢慢往左，然后慢慢往右，然后往前，再往后。你肚子我有吃到有感觉哦。好，再一次，左，往右，往前，再往后。好，我们顺时针
慢慢做出去。好，速度，哎呀的速度慢慢。好，调整呼吸。也对有肩头啊、有开刀啊，哈，对呀肩部有受伤的，全部是动后的复健哦，哈。好，反转再一次。很知道呢，呀，动作好，慢慢的练以后，越来越强哎。哎呀，的每周的吃的哈，试着慢慢要增加它的强度，哈。好，再来练一次，往左撑住，好，往右。两个数呢，每个板都要底背度。好，好，再往前，往后。好，接下来来吃看呢，用技术。好，换不同的位置。好，慢慢往右，往左，往前，长后了哟哈，往后，然后顺时针、逆时针，好，全部去试吃。好，那只脚突知道要的肩头较松腰，知道停一下。好，再慢慢的转来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的中级的，好，上肢肩部的本体感觉训练。好，你知道呢，练的差不多诶，要得我吃靠呢哈，要数撑起来，用肌脚把你的身体撑起来。好，让你的身体哈，先练，你会知道，有一些没稳定哦哈，那你的身体核心就要很稳定哈。往左，慢慢的往右，好，再往前，再往后，再次左右，然后往前，往后，让你的身体一直线。好，还做的来发，吃到慢慢的用牙量基础，撑到上去，好，撑住哦，然后慢慢往前，然后往后，好，往左，来再往右，哦，很好哦，慢慢训练，然后一样试试看，顺时针，每一个角度都去训练。好，这是我们在做运动训练的时候做复健，好，一个本体的感觉。哦，调整呼吸，好，再一摆，右边，好，在左边，很好，前面，后面，好，压住会，压的位胸部的本体感觉，好，拉一下，放松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带开嘎周围嘿，我们的坚实的哈，坚挺的胸部，让我们的胸部哈比较有力气。那我们先把两只脚、膝盖，好，要的骨盆放在膝盖正上方，然后呢，来长凳呢，然后两只手肘往外推，调整呼吸，然后慢慢起。好，这是第一级的动作。嘿，动不卡呢，某一种的球诶，好，这个要在球诶，增加稳定性。嘿，某一种的球诶，你就从一般的地面，好，按你走没走的，好，记得咯，哎呀，就会舒展啊，好，手肘要在提防，嘿，嘿，轻后的发都90度，哎，对，很好，吐气，好，慢慢的下，好，嘿，你走的来发呢？不卡有一种来做卡后，好，它会增加你的本体的感觉，训练到更多稳定性。撑住，非常好，慢慢回来，吐气，好，慢慢吸，手肘整个胸大肌，好，都有训练到。调整呼吸，再下，很好，好，再慢慢上，有控制的哈，下去，速度放慢。然后往上，非常好。调整呼吸，往上吐气，很好。5上6上，好，可以的话，
继续哦，7，加油，8，非常好，9，注意你的手肘，好，10，最后5次，好，做的呢法要做10到15下哈，12、13，非常好，14。好，第15次，好，这样是一组。好，一组做完之后呢，我们可以拿不开毛巾，好，我们就拉筋一下。好，可以的话，手打开，往后，慢慢的往后拉。好，手在发抖，然后往一边，然后再往另外一边。调整呼吸，非常好，然后再回来，再一次，好，吸气，慢慢吐气，把我们的刚刚训练的胸肌，好，慢慢放松，很好，然后一次往一边，很好，然后再慢慢带向另外一边，非常棒。好，收回来。好，第3次，再一次吸气，慢慢吐气，把我们的2只手、胸部，好，都把它延展开来。好，还做得来发，慢慢吐气。好，这个是手臂，好，胸大肌。好，做完之后，我们可以的话做2组，好，来，再来，好，预备。2只手打开，比肩膀再开，然后慢慢下，好，慢慢再上。好，第2组，好，下去的时候放慢速度，好，慢慢地走哦，很好。3，非常好。你吃到呢，要通过较简单的法呢，我们也可以增加难度。好，这是第2个等级，下。直接上，很好，下，一样到90度，好上，非常棒哦，做到等候哦，哇，加油，5，非常好，6、7，如果我们要雕塑我们的曲线的话呢，我们大概做10次到15次。9，好，非常好。好，做完一样，要用毛巾来拉筋一下。黑布卡有母那法，你就直接把它往后拉，一样可以。好，一次先拉右边，好，慢慢把它往后带，很好。然后再往左边。慢慢把它往后带，非常好。好，再一次哦，双手一起往后带。好，慢慢收回来。好，再一次停留大概10到30秒钟，调整呼吸。哦，我吃到呀哈，人家的胸大肌要到 VT 缝，非常非常的酸，好。去享受一下酸酸的感觉，调整呼吸，好，慢慢再回来，来第3次，吸气，好，吐气，好，轻省有那踢缝，好，就稍微停留，非常好，好，大概停住10到30秒钟，好。今晡日大家做到动好哦，要来休息一下哦。